你看嘛，你要脚，你看脚，你跟他看下脚，还斜胯不？等会儿他看，你讲，他这样去上步，他不是说那种，你看他腿部，你看腿部和上步，你看他嘛，你等会儿看他呢，你看等会儿他上步，你看，他垫一下，你还晓得那个，你看嘛，你看这个，他上去垫一步，啊。他动作不一样，我看到你看皮啥都在里头。你看哟，你看往上面看，好好。他这样。他现在说话不清楚，真说话清楚了。哟。啊，你看，他这样当成这个有啥东西，看得我以为他弄啥子，你看，你看没有？啊，你看呀。你看，有感觉啊。哎，他越来越跳得好。你看，他一吹过来了，又闪过了，你看。